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要同大家開箱介紹呢隻好有意思、好有故事性嘅機械腕錶，就係嚟自中國製錶代表品牌海鷗嘅海洋系列潛水腕錶。如果對南極探險有興趣嘅朋友，今日呢隻錶就啱晒你啦，因為佢唔單止係一隻計時工具，佢仲係承載住一段中國極地考察嘅光輝歷史。我手上呢隻就係好有極地感覺嘅 Polar Blue 藍色錶面，40mm 嘅錶徑，襯起嚟呢好舒服。無論你隻手係纖瘦定係粗鋼型，呢個尺寸呢都好百搭。錶殼係用緊 316L 嘅不鏽鋼，呢種鋼材嘅好處就係抗腐蝕能力極強，就算喺南極咁嚴苛嘅環境下，或者日常佩戴遇到嘅汗水、雨水都絕對冇問題。喺1985年嘅2月15號，歷史被改寫。中國喺經歷咗先驅性嘅45日考察之後，僅僅用咗27日去建成咗第一座南極科學考察站，係位於喬治黃島嘅大陸長城站。今次呢款腕錶就係向第一代致敬。再嚟睇下呢個咁特色嘅錶盤，絕對係呢隻錶嘅靈魂所在。呢個藍色嘅錶盤上邊係一個南極大陸地形圖嘅立體浮雕，細緻到可以睇到冰川嘅起伏同埋光暗對比，工藝非常之精細。而上面仲刻咗5個中國南極科學考察站嘅位置，包括1985年建成嘅長城站。喺某個光線角度下，仲可以隱約見到南極洲嘅輪廓。呢個設計呢，充滿驚喜同埋心思。如果你用 LED 燈再照下個錶面，就會見到佢呢個南極大陸地形圖案嘅輪廓都有圍住夜光嘅線條。呢個設計非常之貼合翻極地探險呢個主題。手錶直徑係40mm，配搭咗呢個單向旋轉計時錶圈，上面有好細緻嘅分鐘刻度。呢個係潛水錶嘅標配，用嚟計算潛水時間，確保安全。而所用嘅機芯就係海鷗自家研發嘅 ST2130 自動上鏈機械機芯。呢個機芯可以話係經過千錘百煉，非常之穩定可靠。佢係由28粒寶石組成，振頻高達每小時28,800次，確保弦針順滑流暢，計時精準。上滿鏈之後可以連續運行42小時左右，而防水深度係有200米。錄時位置亦都有個日曆槍，夠晒實用。海鷗呢款咁有特色嘅海洋系列，官網定價呢都只需要係5152蚊。我哋仲有個優惠俾錶迷，有興趣錶迷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